Hello，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今日我来分享一个东西吼，就是台湾汉语翻译系统，主要联合大学忠诚教师一个网站个系统。之前呢，佢有提供华客翻译，然后客华翻译的功能的，但係佢我就发觉到有啲个东西我转唔出来，冇做迄佢翻译转汉语的时节，佢翻出来个东西是都无哪正确。有老去反映讲，迄唔系讲做得本知道正确意思的人呢，提供一张系统正确的用词和发音，伊就怎样审迄知道迄正确的资料也系统拄方的翻译个资料就改进啦吼。故说忠诚告诉同学，要前2年的基准要出来。比如讲，咱迄用翻译过后呢，发觉个东西，个翻出来的东西毋免用是都毋错的啦吼。要提供意见的吧，做得伫带下点落去做得提供安尼意见。我来表演，睇下试下看。华客翻译，华客翻译哈，华客翻译，点华客翻译，更停止分享，都要在画面，不然都要在地方繁体中文，台湾客语，比如讲大龙须菜哈，我来准备翻译。翻译台湾客语翻译系统。龙须菜这里来讲，应当是影响的常言挂词，无做使用挂词，但係基本龙须菜，就唔错嘅啊。我说就来点呀。这句翻译有问题，点击回报新增或修正词汇。这句翻译有问题了，点落去来去啦。客语嘅发出的滚轮拎下以后就会出现呀。这个翻译主要内容区地标编辑林立龙林重林锤当作是林锤林重要的林区林树林菜。好，过来。客语编辑区。比如讲我来打常言挂词。零时间的时零香零通知的通零用零通知的零梦想零通零标零杂零左半圆零瓜零数字零词斜线或者发杂喺使用挂词零数羊零瓜零词有两种讲法，可以用使用挂词哈。过来拼音编辑区空白打正确的拼音本去。教育部课语拼音输入法全形还有带跳出的，唔系跳出跳形的吼，是香啦哈。H-I-O-N-G 一箱水的箱。B-B-R-E-N 一共玩的玩。I-N-G-U-A 一西瓜的瓜。哇。一思考的思想思维费思量深思熟虑。音数输入斜线中文输入全形。一思考的思想。用 I-O-N-G 一绵羊的羊羔羊羊。I-O-N-G-U-A 一西瓜的瓜木瓜。瓜是 X-I 一思考的思想。安尼好写哈，就来听回报点落去回报按钮，OK 就出现了画面。我们已经回报成功。回报成功哈！安尼做的话做得用一阵系统呢，他摆一地方的词我越来越册不管太起价，不管到比上前我们已经收到您的回报，可点击 OK 按钮。这句分享新的分享。